多哈机场被拦截的维吾尔人阿布勒科姆·约苏普可能会被送往美国。欧洲新闻网记者穆斯塔法·巴格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维吾尔活动家已经发起了拯救阿布勒科姆的行动。在博黑被驱逐出境后，阿布勒科姆在多哈机场被拦截。卡塔尔当局计划将他引渡到中国，通过努力，他没有被送回中国。据称，他将通过美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努力被派往美国。中国当局于7月3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被拘留者中有90%以上已经返回家中。然而，自由亚洲电台在和田、阿克苏和哈密等地区的调查发现，一些司法和公安人员和政府官员表示，除了有健康问题的人、老年人和生命受到危险的人员以外，没有人从培训中心释放。他们的言论否定了所谓的自治区高级官员的说法。香港反送中抗议示威者在8月3号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有示威者将中国国旗从旗杆上取下，并扔进维多利亚港的海水中。香港有数万人参与了这次在商业闹市区汪角举行的抗议示威，这也是连续第9个周末，港人上街表达不满。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2日谴责美国政府威胁封锁委内瑞拉，已经责成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把这一情况通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马杜罗说，委内瑞拉反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有关可能孤立和封锁委内瑞拉的立场，已经责成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姆埃尔·蒙卡达把美方这一非法威胁通报联合国安理会。马杜罗去年赢得连任，今年1月就职，但反对派不予承认。反对派要员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胡安·瓜伊多1月23日宣布自任临时总统，获得美国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委内瑞拉陷入政局动荡，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认为马杜罗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周五宣布正式退出自中程导弹条约不到1天后，美国国防部长马克·艾斯伯于周六表示，他支持在亚洲地区相对快的部署陆基中程导弹。正在对澳大利亚访问的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艾斯伯，当被随行记者问起是否考虑在亚洲部署此类导弹时，他则回应称：“是的，我愿意。”艾斯伯说：“我希望在几个月内，但是这些事比你们预计的时间要长。”